咧，今年屬於炭婚輪嫁嘅一年嘅，今年係屬於排行榜當中嘅第4名嘅喎。今年咧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一個紅鸞桃花啦，紅鸞星同啦，所以桃花人緣十分之暢旺嘅。再加上好多吉星降臨咧，所以今年咧係絕對宜攻不宜守嘅一年嘅。咁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屬雞嘅朋友咧，因為有一個太陰星啦，即係女性貴人嘅，所以今年咧俾你多啲機會人咧，就係到個女上司啦、女同事啦，或者係女下屬，甚至係女顧客嘅喎。再加上咧，今年呢個紅鸞桃花星嘅降臨啦，人緣十分之好嘅。如果你係從事咧時不時要接觸一個陌生人啊，例如公關啊，或者係行銷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一定要把握機會咯。雖然講命宮中有一個續報啦，同埋有勾神啦，都係代表容易一個是非官非嘅問題發生嘅。但係只要你本身咧打醒個12分精神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嘅事業運咧係十分之暢旺嘅。咁至於喺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因為人緣好啦嘛，所以無形之中咧都提升你嘅財運嘅喎。無論係打工做或者係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今年咧不妨咧多啲接觸個所謂嘅女性人啦。咁呢個女性因為係你嘅貴人啊嘛，所以可以帶挈你咧就揾到錢嘅喎，名利雙收嘅。咁當然啦，今年命宮中有個貫索啦，即係代表容易咧就係借錢不還嘅。所以如果你本身咧係打算咧我借錢俾朋友嚟講嘅話啦，今年咧就可能咧有得借冇得還嘅咯。否則嚟講嘅話咧，就今年咧就千祈就冇容易借錢俾其他朋友咯喎。至於愛情生活嚟講嘅話咧，因為今年有個桃花星啦、紅鸞星嘅降臨嘅，所以單身一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容易咧認識到個異性朋友嘅喎，好容易咧擦出一個火花嘅喎。咁至於已經拍咗拖好耐，打算結婚嚟講嘅話咧，今年相當之適合咧談婚論嫁嘅。咁至於已經有咗伴侶嘅你嚟講嘅話咧，因為桃花星嘅降臨咧，即係代表容易有一個異性嘅出現啦，所以今年咧都要小心嘅所謂出現嘅一個所謂異性朋友喎，容易惹一個桃花劫嘅喎，所以一定要小心處理啦。咁至於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應酬多啦，所以飲食方面一定要特別注意嘅。今年咧千祈就唔好沉迷個酒色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容易有一個腸胃不適嘅事情發生嘅喎，特別要注意個口腔方面嘅問題啊。尤其係農曆嘅2月份同埋8月份咧，特別容易多事情發生嘅喎。咁啊，建議你今年咧就不妨咧多啲生活規律啦，多啲去運動咧，適當嘅休息嚟講嘅話咧，今年嘅健康係十分之唔錯噶。咁建議今年屬雞嘅朋友咧，不妨咧多咗一個開運顏色啦，例如米色、金色同埋紅色咧，可以幫助提升自己嘅運氣嘅喎。至於開運貼士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咧不妨多去女性聚集嘅地方啦，有機會認識到你嘅女性貴人嘅喎。至於喺風水佈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建議你咧今年不妨喺東南方嘅地方咧，放一個泥種嘅紅色植物咧，去幫助提升你嘅運氣嘅喎。屬狗嘅朋友咧，今年屬一個思緒靈活嘅一年嘅，排行榜當中係屬於第5名嘅喎。咁今年屬狗嘅你咧，屬於3合太歲啦，即係代表人緣非常之好嘅。咁當然啦，今年命宮中有啲唔好嘅吉星啦，但因為今年咧有個化煞星嘅，所以可能係虛驚一場，到最後咧都會逢凶化吉嘅喎。屬狗嘅朋友咧，今年嘅時運咧相當之唔錯嘅。今年因為3合太歲咧，人緣非常之好啦，再加上一個3台星咧，即係代表謀事可成嘅。如果你係從事咧傳媒或者係廣播之類嚟講嘅話咧，更加有升職嘅機會嘅喎。咁當然命宮中都有一個華蓋啦，即係代表今年咧創作靈感咧十分之好嘅喎。如果你本身咧係從事呢一個所謂嘅創作啊，或者需要好似講話諗計仔嚟講嘅話咧，今年嘅運勢都相當之唔錯嘅。咁當然啦，今年亦都有個是非星啦，例如誤鬼啦、飛符或者官符嘅。只不過如果你今年嚟講嘅話，依法行事嚟講，再加上個地格咧，即係代表容易逢凶化吉嚟講嘅話咧，咁所以今年嘅運氣咧其實唔難嘅。咁當然喺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因為個3台星嘅降臨啦，即係代表今年有地位提升啦，咁即係話加薪嘅機會都十分之高嘅喎。咁再加上今年一個金魚星啦，即係代表今年咧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咧，賺錢嘅管道咧十分之多嘅，所以可以考慮到做多元化嘅投資嘅喎。只要你今年唔貪心嚟講嘅話咧，咁今年嘅財運十分之唔錯嘅喎。喺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屬狗嘅朋友因為有3合太歲啦，人緣非常之好嘅，所以單身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今年咧特別多機會認識個所謂嘅異性朋友嘅喎，所以一定要好好選擇啦。咁至於已經有咗伴侶嘅你嚟講嘅話咧，今年因為有個華蓋星啦，即係代表容易情緒化嘅，身邊嘅伴侶咧根本唔知道你想愛啲乜嘢嘅喎，
所以建議咧今年屬狗嘅朋友咧就不妨自我開解啦。如果可以啦，可以考慮同呢個身邊嘅好友咧傾訴自己心裏邊嘅問題嘅。只要多啲出外旅遊嚟講嘅話，增加個溝通，呢個感情生活都絕對唔係問題嘅喎。咁至於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因為有個五鬼星啦，所以今年嘅健康咧唔係十分之理想嘅，特別要注意個腸胃方面嘅問題嘅，要特別注意個飲食嘅衛生啦。咁除此之外咧，今年咧亦都容易咧精神緊張噶，一定要懂得啦放鬆自己嘅喎。咁當然啦，今年命宮中亦都有一個批頭啦，即係代表用一個披麻戴孝嘅意思嘅，今年一定要注意老人家嘅身體健康嘅。當然有一個地解星啦，即係代表幫你逢凶化吉啦，但係都要小心為迎嘅喎。咁今年屬狗嘅開運顏色嚟講嘅咧，就不妨多咗個橙色啦、紫色啦同埋紅色嘅。咁至於開運貼士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就不妨去進修啦，或者係讀書啦，去提升自己嘅運氣嘅喎。至於風水佈局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就不妨喺屋企嘅東北方嘅地方咧放一個水養嘅富貴竹咧，可以穩定你嘅情緒嘅喎。屬豬嘅朋友咧，今年屬於一個月德貴人年嘅，排行榜當中屬於第6年嘅喎。咁舊年嘅你嚟講嘅話，屬於犯太歲啦，所以運氣咧上半年唔係咁十分之穩定嘅。但係今年因為個月德貴人星嘅降臨啦，所以運氣咧屬於慢慢轉入佳境嘅喎。所以只要沉住氣嚟講嘅話咧，今年嘅運氣咧都相當之中規中矩嘅。喺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因為有個月德貴人星嘅降臨啦，所以非常之利於呢個人嘅事業嘅發展嘅喎。無論係打工或者係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只要按部就班嚟講嘅話咧，到年尾嚟講運勢將會慢慢嘅提升之中嘅。當然今年命宮將一個劫煞啦，同埋一個所謂嘅死符啦，特別影響個人際嘅關係嘅。但係只要你本身咧穩中求勝嚟講嘅話咧，親力親為，咁呢個運勢都係相當屬於中規中矩嘅。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賺錢慾望咧十分之大嘅。無論係做生意或者係打工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今年因為有個暗財嘅降臨啦，所以喺正財橫財方面咧都十分之唔錯嘅喎。咁當然啦，今年命宮咗一個小耗啦，代表小破財啦，例如應酬多咗啊，花費大咗啊，再加上一個劫煞咧，因為朋友而失財嘅。只要你本身咧注意咧，就多啲咧保管自己嘅財物嚟講嘅話咧，小心處理個錢財方面嘅一個用嘅話咧，咁今年嘅運勢咧都相當之可以講係 OK 嘅喎。至於愛情生活嚟講嘅話咧，因為今年一個月德星嘅降臨啦，所以今年咧偏好一個群體生活嘅喎，所以感情生活係屬於多姿多彩嘅。當然啦，今年一定要記得啦，大顏色人咧容易咧避免呢個遇上一個所謂嘅桃花劫嘅喎。咁至於有伴侶嘅你嚟講嘅話咧，今年亦都因為咧有外界個誘惑咧而產生個所謂嘅不必要嘅桃花劫嘅事情發生嘅喎，所以今年一定要懂得自制啦。至於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因為有個死符星啦，所以健康都容易特別受損嘅喎。少少病痛咧，一定要記得去睇醫生啦，千祈就唔好怠慢嘅。咁對於呢個從事高危工作朋友嘅嚟講嘅話，例如你本身係從事警察啊，或者係消防方面嚟講嘅話，今年都要小心自己嘅安全嘅喎。咁今年咧盡量咧避免去人多嘅地方啦，因為根本你嘅抵抗力特別之差嘅。雖然講今年命宮就有個所謂嘅月德啦，可以逢凶化吉啦，但係今年咧都要小心嘅喎。咁今年嘅開運顏色咧就不妨多咗一個金色啦、藍色同埋白色啦。至於開運貼士嚟講嘅話咧，就建議今年咧不妨喺年頭咧做一個身體檢查嘅喎。至於喺風水佈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建議你咧今年不妨喺個東方啦同埋東南方嘅位置咧放一個紅色嘅物品咧，去幫助穩定呢個正財嘅喎。